凤儿切猪，哦，阿良蒜末切猪，我是明珠。对，光整龙猪啊，切鱼有技巧吧？用豆切。你们笑得很大声呢。但是没有一些葱他加炒牛。不易发现呢，就嘿，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呢，你做口袋饼，你的口袋很深呢，按斗撩哎，哎呀，屏东人的口袋都很深呢。干嘛干？干嘛嘅？香油，香油？诶，冇香油嘅香油呀？是噶改了耶啊！我有安过，我有发现，你是不是拿你阿婆的东西来？对，那个是古董，真的，那个是我婆婆的古董。好嘞，哦，好了，好。那剩下的时间就跳一支舞喽。好，咚恰恰咚恰咚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한율서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空白票。今天呢，东方喜哦，又到屏东亚岛毕业，我跟婆亲哦在屏东特别开心。你要怎么跟安阳讲？因为亚岛毕业向前热情啊，真的让我们已经忘记那种会紧张啊，会这个的想法。然后观众朋友讲一下，刚才蛮开始之前哦，明珠还老讲哦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考虑 long stay 一下？对 ，long stay 都要岛毕业。一直张眼。而且哈，真嘅呢最支持客家天絲台啊，哈 T 房蛋糕，一條全部呢，連 Seven 可能就會播給17台。哎呦，17台啊，大家都有看你的節目啊。你給其他縣市壓力很大。哎，一定要的啦。好啦，前日分享到 Q 用十分厲害嘅師傅哦，評審欣賞提前分享到安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好？其實師傅咩當用心哦，哎呀也來到南部嘅時間呢，咩 TPF 會有用到菜體嘅食材，所以我們一起期待了。好好嚟期待一下。三下來呢嚟分享到呀，上起呀半強咧。哎呦，從此呀到畢業嘅都有姊妹嘅，分享到嘅係小米子，然後小鳳子。歡迎！哇，走台步哦。來，接到中間。沒有啦，這個好吹啊！我們試試看。好啦，你給藍隊壓力也蠻大的。看他怎麼走。來看一下藍水的一片哦，咪係來自衝擊嘅 team 嘅姊妹吼，記到讓人強項哦，張家元啦，張舉琪。哎呀！歡迎，動詞大字動詞。哇！今天手中喺sản婦當中送飽了呢sản婦。係啊。好，來搶高一下，鳳翠姐姐係來自於松枝嘛，嗬，搶高一下到松枝啊，特別有推薦乜嘅好高好食好料冇？高速公路底下嘅蛋茶骨湯。哦。私人茶啊？係。真見哦，騎到高速公路嘅底下，是競速嗎？其中有一段路上係特別有設計嘅客家，有設計客家嘅就拜文化特色。喜夯茶哈，也可以變成一種景點嘅蒙簡單嘅。係啊。好，所以唐款呢，唔單講安陽興哦，唐講吼，呢度創舉哦，還有個算是文化祭啦，為創有名了。有啊，有從內部嘅都攤香包，聯絡叫做仔。哦。啊，每村做東西冇同樣。係咪火燒粽？火燒粽出那個6對那個綜藝池那個地方。哦。如果啲嘅演員開始啊，他講係啊係啊，為將多嘅發通啊，所以呢度偏東嘅鴉片啊，尤其係創舉嘅鴉片哦，唔單講做咧騎自行車。他做咧參加埋文化季動好高哦。冇錯講哦，剛才頭前講嘅，其實就係我壓下 long stay 就炒。今天開始嗎？今天開始 stay。來幫你訂飯店。好啦，很聽哦。唔過呢，馬上就要來進行挑戰咯，睇下加油誒！來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啦，各位觀眾朋友啊，撒下來啲客觀嘅藝術先睇下都懂其他，可以係猜啲嘅鄉親朋友掉出嚟嘅秘密武器來啦。先問一下你鳳翠小米子，你係乜嘅？檸檬果醋。哦，用雷夢去煎咩？哎，我大膽的請教，雷夢該不會是屏東菜體嘅吧？7把鐘哎。哇！看，剛哪樣嘅我來做乜料理咧？海鮮溫沙拉口袋餅。哦，
懂形色的耶，会散文沙拉的口袋饼。懂体胎哈，因为为什么很期待呢？我放眼望过去，除了看到很多硬体设备之外，我还有看到一个方形的，似乎是 whisky 的东西。有吗？哎，等下当的宽的。那我还要介绍吗？你就不用过来了。好了，风吹长水仔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咯！加油！呢條全片正經動到東西。不過，咱隨兩片咪魔術人哦，看一下吼，今年帶來個比咩武器啊？係嘛嘅？紫蘇梅。紫蘇梅。簡單明了。對。那我就要問哦，這個不是外面買的吧？不是，自己做。哇，用滿洲哎。哎，用梅山的梅，然後紫蘇洗槍篩澡，醃製2年。2年。对，它的配料是，比如說梅1多斤，它扁筒都1多斤，那醃製2年就 OK 了。哇，這不是秘密嗎？要很懂出來。很棒，大家分享。很棒。哦，今年有那俩紫蘇梅子啊，做嘛個料理誒？紫蘇梅、狼盤、木瓜，哎，不想食下吧？那種南部熱情哦，食起來凍好食咯。好，最重要一題來咯。你兩三啊，親嘅姊妹哈，今年向下來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非常好。加油咯！南部的鄉親朋友，叫他拿出兩個笨蛋，叫他來表一下。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大家開始走咯。你要關係嘛？這是油吧？橄欖粗榨橄欖油。我想先問一個這個好不好？好。你係嘛嘅？蝶豆嗎？蝶豆吧。蝶豆上才摘的。你去打中了呀？对。厲害！我這樣問好了，哪一個不是自己種的？還是有啊，菇類。哎，他只講一項呢。抱歉，你的生食級干貝太高檔了吧，媽媽。你有炙燒嗎？我直接用煎的，是煎一下就可以了。哦。你們家每天都吃那麼好嗎？沒有。cái bàn嘅bàn cầu thế ăn nhiều hơn nhiều cái油哦。油誒，要幾打鐘呀？拍給我們咩？買誒。小鳳姐，你都冇係嘛嘅？切菜，切菜。姐妹懂不會做料理哦。可是我有一個疑問呢，你做口袋餅，你的口袋很深呢，按斗料哎。哎呀，屏東人的口袋都很深呢。你要偷吹做嗎？該不會形容口袋餅啊？加一個餅，增加它的那個豐富性啊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都做來，待會應該會用到這一台了。你很期待對不對？對。好，等下都做來哦。來。哇，要做嘅木瓜絲。來，給大家看。我怕那個砧板會。要黑馬給。馬鈴薯。馬鈴薯。這道菜哦，最厲害的就係你好不好？這個對不對？是。怪喜妹。嘿啊，但是這個怪喜妹哦，可以做狼盤較多嘿嘛。錯，厲害哦。做狼盤，錯。我講得冒冷汗。那你們為什麼會選馬鈴薯那麼掛？ที่馬鈴薯給狼的時，它比較 Q， 吃起來口感比較好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整份屬於就好了。對，它會比較 Q 彈。味道。木瓜嘞？木瓜它也是一樣，它就是加顏色，披薩出來。披薩出來。但是這一道菜因為叫做浪盤嘛，所以它的這個涼拌菜很重要。剛才就講用木瓜、用馬鈴薯，還有一隻動態燃的係嘛解？也睇人哋講個打台哇，這樣子要做嘛？這個水鍋會做嘛？對，燙一下。好嘛。那我幫你騰熟好嘞。哈？要不要？來到你騰熟。你 OK 嗎？做對了，按用泡。幾豆啊？好 OK。OK 的哦。可以。那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大家都做來哈。好，撈起來。這樣就好了。好的，這邊太精彩了，你們還要過來。天哪！光是那個干貝跟蝦子，伯謙你要給分了吧？我先吃3個。哇，那個剛剛干貝表個須節係用橄欖油啊。橄欖油。對。可以有一點水，對不對？哎，這個酒可以嗎 ？Whisky。那是醋，高粱醋。哦，這個是醋哦。給蘋果醋，自己釀的。哇，7.9個呀！唔錯誒。廚房給第3類蜜蘋果。哇，等下林坤啊。但是有2碗，我想問一下哈。好。
应该还冇讲到俩2万哦，而且保鲜膜看起来都动神秘呢。这个是那个苹果酱，这个我们要打醋饮的时候加在底下，还有醋饮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柠檬醋粥诶，柠檬果冻，你吃粥哎，对，也是要包在口袋饼里面。好，开始请你摸呀，好厉害哦！哎，我要冰块水，倒一点点过来就可以了。我的洋葱不多，洋葱不多啊，可以。用去浸一下哈。人家就准备正经东澎拍诶，动工超级，下摆迄卖人来报名诶。厨房坑都会很爱来报名啊，问啥就懂好料理吼。哎，看起来就安用熊用个啥？哎呀，你的了解诶，雷梦啊，为什么会想说要做那个口袋饼啊？因为温莎拉它味道啊，感觉冇安错啊。啊，这个你们等下可以试试看，这个味道很入味，这已经可以4年多，快5年的，吃起来就像蜜饯。你们直接吃可以。这个有卖吗？好软哦。这个很好吃哎。怎么解？咩物嘅？香油，香油，诶，冇香用嘅香油呀。是甲改落的啊。哎呦，安多。对。呢啲應該 P 都係甜味吧？對嗎？啊，這個太好我需要那個橄欖。橄欖油是，橄欖油，來，這些男生都會幫你服務的。放這哈。好，謝謝。挑黑馬改。檸檬果醋醬。柠檬果醋醬。好。好棒哦！這個我等下吃一大盤。哇，你前正批，這邊已經超過我們理解範圍了。等一下回來再看這個。後面覺得不太。好。哇！哦，亞麻雞。馬雞。臉法不會一樣，芋頭不會一樣。來，我這個紫蘇梅，你們聞一下吧。哦，不能只聞吧，要試吃吧。對，聞了再試吃。哎，我注意睇咧，係要酒係嗎？對，有點。這超棒的。然後可以試吃啊。這個加冰開水就可以直接氣泡水。嘿咯。哇，對對對對。對。加蘋果水。我內行哦。你內行，對，你又聰明。哎，真勁厲害呢。然後等一下調拌的時候，這個幾 CC 都要搭配。哦，你算過係嗎？要用這個量杯，好，然後來對。黃金比例。幾 CC，對。好，那大家講係差唔多幾多 CC？差不多要60 CC。鹽時炒，攪拌。哎呀，唔是加水哦。不要，它就是要先研來米湯。哦。你加水嘅米湯會走係。嗯。那就吃不到這種誒它的原有的味道。嗯。還有裡面紫蘇都要拌進去。好愛怪西哦。哦，叫就好了啊。對。那你那一罐黑馬雞？哦，對。哦，謝謝你的提醒。香油。怎麼解？咩物嘅？香油。香油？誒，冇香用嘅香油呀。是甲改落的啊。哎呦，安多。對。好讚啊！因為你一吐出來嘅地步冇油，對，本嘅合滑順啊。哎呦，你進步了。第一片係做台式嘅油醋啦。哦。係啊，啊第一片係做西式嘅油醋啦。我講一下係客式。哦。客式。客式咧。因為呢個可能叫是會好咧呢。都好咧哦。哦，要好了，等一下擺盤就好了啊。對，是。那我們先同一片好咧。我看你點哦，咱準備了咋？咱那從個早午餐店時就上了去誒。牛塊店哦。那去哪片買？可能是去旁邊早餐店買的。你看，一條跳西表個干貝表的水當段。你們看啦，要個料啊，1份200台北。哎，假使我係記得個成個哦，到好高嘅時間，你知道學校會比早餐，跟同學比。好。Oh my god！ 哦，你有打那氣泡，嗯好。我們的廚房姐裡面懂你一幾周誒呢？兩周誒啊！醋啷幾周誒？醋啦，是不是現在在量比例啊？廚房是醋的達人。哦，要有買嗎？我沒有比例呢。冇啦。哦，這個是黃金比例。哎，這個是呢。這個啊，吼，廚房周誒啦，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？ OK。他的皮膚全部懂厚。哎呢。之前刮燈吹也沒有。那個地板嘅蝶豆花愛嗎？還是只要它的汁？不用，我要湯而已。有用水嗎？所以你要就係蝶豆花浸水是會變做安樣哦。哎，我有加顏色。啊，你要浸幾久才會變藍色？天然的那個花青素，對，幾分鐘就可以了。哦。哎，幾分鐘就可以。啊，用小水。哦，少水還加的。哦。等一下要你這樣調整哈。
可能用的翕较好。哎呦！这好像那个科学博士。哦，我喊你们我写完水嘞。哇！哎，我切一下柠檬。我一聊就打几下哎，这个打一下而已。这样就有气泡啦，这样就有气泡了，对，就有了。但它不会一直。那你就再打一下。再打。 2下。生气了。对。生气了，生气。我们先倒数哦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等下来试试看呐。铁罐的两组用气改比美武器变成料理，咱们看看真的哦。哇，很好哦！你要得看呐，做蛋糕啊，唔但只有好吃嘞，还有呀个铁板有时都气泡，都节目当中。系啊。好，但是呢，你凤吹的姐姐哦，清洒批几讲，你按演了都练好，他加码。哎呦！现场加码，请看一下盘子里面，要给黑马该变呀。果干棉花糖脆饼。 果干棉花糖脆饼，棉花糖做饼哦。但我们姐姐，你告诉我们好吗？要有对那些戏，先点要先生，家就先卡毕业啦哈，凤儿列节目收视长虹。嘿，最重要就係今年做得得到金鐘獎。哎，有押韻的哈。好務實啦。好，接下來林坤啊。走睇咯。哦，當真的喂。好舒服哦。 三好了，那来吃吃看呐！哎呀，是饼哎呀，显示口袋饼。口袋饼，記到那個餅的武器哦，檸檬啊，真香到凍好。對，因為我家下就蛋漿水嘅檸檬，家下水嘅水這個可能就叫果酸。不過兩下放到凍到海鮮哦，其實酸味會帶出鮮味，非常好食的。我第一次吃到這麼按中醫嘅料嘅口袋餅，覺得都要倒閉。要記得哦，給下個果凍也是用那個檸檬醋釀的檸檬蜜餞。 一度會給雷夢筍吃一周的果凍，太用心了。秀米記，啊你要用當地豆腐卡都邊下的，係啊，發退多錢哈。進去，大伯你有冇先看嘛資料啊？看天師，看書去好看嗎？我先去查資料。秀峰記，他也是我們很重要的工程，因為選吃的部分就會給周哎。他是醋達人，醋達人。呀，給一周哎，你有滿意嗎？100分，100分。咱水嘅阿姐哦，到基隆稍微劇透一下，評價一下。哎，好吃啦，對呀，有創意啊。阿問一下家軍阿姐，那你覺得他們做的用辦？快好。然後就來分析咱水兩片，我們這個是紫蘇梅做的哦。哎，紫蘇梅。浪盤落個木瓜瓊下，嘅加落去。好，他家有吃這款啊。酸香香誒，其實浪盤哦，就是按用嘅梅子。 好好吃，一塊是梅啊，老頂像也搭皮啊，就主要材料吼，木瓜，還個馬蘭薯，還個蛋糕個點綴一點點一個演習耶，真景除了輕鬆以外吼，非常讓人家印象深刻，因為它的秘密武器的關係。秀米記，你是喺專家哦，你吃都用的嘞，個清爽。好，秀峰記，啊你們係專家哦，那真是釀造專家，你吃到對方做乜用辦呢？ 姜是老的啦，家的粥都懂吼，很谦虛耶。哎呀，我們來比賽上都沒有任何的火藥味耶，全部係互捧哎呦。對啊，我真勁好食吼，咱這個阿姐超級好食，是唔會啲顏色都很上愛食。因為有個酸甜哦，好開胃哦。等下認真來看一下兩位師傅嘅評分咯。 好，三號人呢就真嘅緊張誒，因為兩組都各個有特色，我心裡面已經沒有想法了，都太棒了，好，徐師傅，不迷茫都揪起了。好來，徐師傅搶分不輸，黑馬蓋，風吹，好唔怕唔怕，就過來看一下阿邊個搶不分輸，藍吹香手，徐師傅搶 Oh no， 好，風對向我想法係講，佢個比例調配得嘟好。我本來按食的時節就食得個檸檬油，我食到本來會酸的，點樣酸？啊，我要搭配個生菜葉，又搭配那個餅食落去，是合拍的。懂吼。啊，我冇本藍隊吼一點點小失誤啦。我係想法係講個紫蘇梅，因為做得獨油，控好入菜，然後佢捉一下，讓它一口吃進去有摸一個梅頭，又有個汁的梅頭。 好，兩片都做到當好啦。好，新夢。好，等一下問一下阿邊個嘅想法。
其实两片画咧风格哦，像某恐龙还是各有各家自家的味道啊。你一片吼，你会讲其中你会自家的秘密武器，无永远食落去的时节，因为还袂流到嘴底袂度，最主要还有加你香菜的提味。好，你一好这个地方可能係叫做搭配的东西好多，边有搭配的东西好多，可能柠檬醋的嗰个表现好冇暗多。哦，那是少一点点哦，所以各有各家自家的味道，嘿，你系咁嘅想法。好，家已經吼，知道講兩組嘅菜色真嘅挑戰到嘅，家個個得到1分哦。不過生下來哦，齊師傅有壓力咧，要出題材，到底做啲邊嘅歌加下藍吹流風吹嘅創意冇呢？齊師傅加油咯！馬上就搞分齊師傅，夾夾出題材。哇！哦，好啦，接下來呢就來問齊師傅的表演呢。大家就問佢講，齊師傅，你覺得有辦法超過我們的來賓嗎？沒有。覺得呢？可以看上一集。上一集比較精彩。請看回播。哇！你看看，哎呦，很強的哦！120分啊！好，今日要做乜嘅啦？對面係嗎？金沙梅乾雪花魚。先看看。這係傳說中的寶石魚啦。哦。這係喺屏東的小農鄉嘅林邊啦。哦。一隻安度雪花魚哦。雪花魚你看。哦，凍拍嘅。哇！其實這大概石斑到鱸魚的中間。哦。即係很嫩嘅哦。很嫩沒有鹹啊。哦。好，還有咧。還有蔥兒。啊，啲係金沙嘅鹹蛋。啊，啲係梅乾菜。哦。辣椒兒。蒜頭，所以今日係做金沙嘅口味吼，我稍稍來做。兩梅乾菜又要先水果，水果哦切末變魔術哦，切末切到安用音。切末也要變魔術哦。哦呀，按下夾啊。呀，含菜個係切㗎。唔係切㗎西嘅。唔係切㗎西啊，冇辦賣哦梅乾菜啊辣椒兒，辣椒咪切末，做金沙蔥兒咪切豬，好。啊，俩蒜末切豬，我是明珠。對，光穹龍豬啊。切魚有技巧吧？用豆切。你們笑得很大聲呢。我有發現，你是不是拿你阿婆的東西來？對，那個是古董。真的，那個是我婆婆的古董。你係蒜。水切末穹隆哈，好，開始咯哦。金沙其實有凍架上的料理，但是師傅做的口內冇買穹隆哦。好，看你要寶石魚。切魚有技巧吧？用豆切。你們笑得很大聲呢。假元節就都有燒出嚟。哦，而且恰到哦，像你要薄沙跟哦，做啲做生片哦。你其實哦，那就是不行，那就是不行。低呢哦。好，兩味穹隆。這個先去骨了。你要放落去米酒。還有胡椒粉。胡椒粉咯。一點點的哦，一點點的就好。好，你看，你要鋪着凍蔥椒哦。做個。改下建議到紫蘇梅的部分就按用，然後去做一下。好，然後你要先靜置一下哈。像你梅乾菜，我基本用鋪的。好。用炸的哦，哎，不是광고呢。好嘅哦。分給就是比較快速，讓它味道來帶出來。哦。你都先切好了，今天還不夠快速哦。跟油分較高嗎？哇，170哈。好，你看，三樣嘢。那個泡過之後嘅魚口呢動向哦，這個油會用吧？好的，還有泡啲魚片啊，哦，啲魚片，啲番薯粉。哎，像兩五片哦，唔是國産罐哦。唔係啊，唔是金沙料理，唔是國產罐拍，哦，泡泡的，好，你看，那條地瓜粉泡泡嘅甜哦。哦，差唔多咧。哇，因為切到凍泡啦哈，所以可能一下就好咧。哎，大家有食過了雪花魚嗎？毛鰭魚。好咧，先平嚟幫佢泡。而鹹蛋要啊，一鹹蛋嘅蛇冇話強用嘅，係真少咧哦。你係生冇強用，哦，一定要落去炒。哦，咁用熟嘅整個嘅就唔得咩？未做得啦。好，哎呦，
这一步的原因是什么？怎么搞先烙给？从那就上的时候，按个咚咚咚，按个用头油的时候嘞。可是我有疑问，一般做金沙没有懂都有。哎，所以你要偏油啊，我按你一点，因为基底部石油该按照潮机会起泡泡，油面下少啦。因为一般因看到皮沙炒的金沙，冻到油，去冻到泡。可是应该都有食过金沙料理吧？有咸蛋黄啊。对啊，哈 Q 啊。对。然后片差不多了。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呀？片有好诶，浮起来。哦。可以。啊，哎呦，泡到冻好宽哦。啊，像两片下结实啦，所以佢泡起来哦。你冻好宽，唔会散开来。起泡泡嘞。油黄看，我哋要用一点点油哦，像一般传统观念是油不用冻到，就会做金山卡。冇买油，香味出来，它会自己再出来。系啊，香味。因为其实暖风佢本身的油分下到啊。这好厉害哦！有哈，但冇上到安呢，只是时间要多一点。所以我哋60cm切好啊。什么？好的，重点来了。哦。梅干菜。帮你炒到起泡泡有啊。哦，因为你两片莫加按到油，所以两些泡过了哈。它的油分就够了。其实两梅干菜里面做的。那个咸蛋蛤蟆炒西街样，你要不用去炒面做的，不用去炒面做的。你看，我俩都忙调味哦，都调味哦，有哈。好，那片落去，那片落去，拌一下，俩辣椒啊。哦，哇，有啊，八道鱼的上面，好漂亮哦。葱花，哇，真紧忙调梅呢。帮调梅哈，好盘了。哎呀，懂讲哎。我知道，我佩服这个我去测视力的时候没去看过。好，你看我俩多冇调味啊。不是调梅，按是炒的。哦，用咸卵本身的咸梅。还有个梅干菜、咸菜干呐，蛋黄也是。而且盘子搭配的很好。哎呀，好，来本台可以嗨喽。金沙梅干雪花鱼，按用出好色咯。其师傅呢化繁为简，回到简朴当中，请都改个精致化。那个黑雪花鱼、很多宝石鱼，系吗？睇起来平常看呐。真紧唔会冻酒诶，韩国咸菜干哦，未做得到去解油，非常好食。当神奇嘅，就讲家下那个用上嘅一个咸蛋黄都去做啊，吼，整件虽然唔会爱油呢，比较清爽。火锅锅香呢，它的每一个。诺贝亚的皮料全部都狗地蛋糕哎，然后是皮白丝跟梅干菜按的都是用那个猪肉啊，然后用按的很特别。厨房记你吃到嘞？我尝，它完全没有放调味料，按的西红柿很清爽，很清爽哦，真的很棒。来看一下咱水两片吼，对师傅来评价一下好唔好？怪好，很好，为要有意所以说那些。口感唔会像人讲油腻味味，就是很轻，然后有那种嫩黄的香流出来。虽然两头上摸下油，不过下油嘅阿边个？其实主要係佢鹹嘅啲嘅部分啊，本身佢是有油脂咧，而家本來是有油嘅，所以佢炒啲嘅料是做唔得調油，係會變到調膩口。หั่土咪做唔得調หั่，你知道咧？佢嘅香味，而搭配嘅嘅本身嘅啲甜味，然後吃嘅甜味，樣就食得出來，所以樣配落冇啊，但係嘟好。好，真嘅係動站到，觀眾朋友，到電視機面前看到嘅時間應該知道吧？一條世界橋哦，撈佢好起來過後，沒做到不卡出大菜哦。不過前天一畢業後，最背面一關。長治嘅鄉親朋友，全部來搶下拼起來咯！
百变料理王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里度，用指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只系比面试，没有比创意哦，都带爱嘴真系正经嘅百变料理王。一家之主，人哋谁来上菜了？哦，观众朋友，你去卡都不卡地度来团看呐？看唔会团冲冇？都带来到南部，还有乜嘅东西喺里还蛮会上高嘅，我系乜嘅？应该是我刚刚问的时候，应该是什么？还有买东西走在边都串冰地板。哦，不行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吧？你没有什么不行的。所以大家都跟大家看一下呢度冲煮几条嘅食材哟。挑酥。呀，都挑酥哦。你小了你会安装俘虏啊？比较扁的那一种。对啊。哎呀，不过最近动手看到吼，两罐吼具体的食材吼，原型食物了。这个皮做的什么？俺们店问下师傅，要走的是皮吗？皮我买的，我买走的。纤维好处啊。不会有人要我试。我在想说，我们是问错人了。没有，因为应该问在地。等一下再问好。建伦问一下师傅想讲，那你挑酥哦，做在做乜个料理嘞？红烧。红烧的挑酥。好啊！哎，这边又要换个味道了。我想就是走开抢个水果沙拉。哦。浪攀呢？浪攀，你每周在加个乌鱼子啊，弄做个水里一样。哦，做对喽。哎呀，后菜已经又现讲，想到你刚刚是偷我们蓝队的想法吧？你本来撇开下你就加挑酥啊，睇下冇食到哦，对不对？梁子咧好好想一下，那里啊挑酥哦，而老提这款冇强用哦，该做法大家做咧想一下。马上就来进行最杯谜馆挑战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你都不卡有想到冇呢？想要谈看风吹的创意哦。请问一下两位姐姐、两位老师哦，那个叔叔，你要做出来菜色系嘛该？蟹黄白玉豆薯卷。哇！哦，蟹黄白玉豆薯卷。他给他的讲法，去吃有当后生。哎呀，因为好整齐哦。对呀，非常补哎哦。好，我先来问看呐，有信心冇？有。温柔版的，温柔版，可以，走对了，走对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因为今下提出罐头，咱随就做个挑酥咧吼，不过来杂个咧问一下，两罐会做个挑酥料理个菜名按度？挑酥饼肉。哎呦，哎，这系妈妈的正统料理。好，我先去问一下吼，等下嘅比赛，两姊妹有信心冇？有。你还走优雅路线哦。很。加油了哈！两组可以了，都已经准备好些，比赛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做咯。哦，这太拍菜呢。为什么黑贵的老系统啊？要爆风来啊！哦，我见起来哦。等一下，我想要看这个淑芳姐哈。来处理叔叔的部分，到底要怎么处理它？应该下讲的爆起来，啊爆的内容有哪道？香菇跟火腿、挑薯。哎，我有发现，你是不是拿你阿婆的东西来？对，那个是古董，真的，那个是我婆婆的古董。这个是干嘛的？模拟器。要跑呀，跑哎。好了，就那个香菇，还有火腿，还有买东西嘞。挑薯。然后还有跟徐师傅借的ham卵的吗？如果你这纤纤玉手的话，要不要交给张伯杰？哎，走对喽。对啊。我是咸咸猪手呢。对啊。要把这个芹菜那边嘅酸甜的味道逼出来。要刚逼了。逼出来，要逼出来。那你跟他说。哦，我有跟他讲了。哦有哦。我哋系熟嘅哈，系熟嘅，你系咁记，那这2碗呢？那个是醋，黑醋。好，干牙叔叔用来处理啊，切丝，切丝，那肯定系抛皮嘅哦，切丝那跑，会从难跑。哎呀，顺的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呀，电，不过嘅皮它纤维质下喷还有。可能有抛200下好啦。如果你这纤纤玉手的话，要不要交给张伯杰？哎，走对喽。对啊。我是咸咸猪手呢。对啊。你看他不接话了。你很专心，一动专心。好，先按钮，你先给我里对面哈。好。哇，干嘛该？
腌用，有些 logo 哎。哎呦，对，它先腌一下。我来想讲吼，你刚下讲，那个菜苗叫做头酥饼肉，那个饼肉怎么个是香菇肉啊？为什么？系统来搞过色，就是口感过好，够慢肉，不会那么。你看世代下那人讲吼，你很贴心啊，想讲因为冇有骨头啊。对，错，左右。那后面有一些葱还加炒肉。不，你发现嘞？就嘿。真的吗？啊，你的鸡胸肉先有脆过呀。要稍微蒸一下。跟人叔叔的迄个清杯米饼吗？重点是伫加个叔叔的米汤吼，佮爽口啊，脆。你刚想到 QQ 阿姐吼，都很聪明哦，因为吼大家的客家阿妹哦，全部做客家炒肉，所以他用这种大家都会的料理，咋个来绑个头酥哦，绝对不会错。对。是一般来讲的帕布卡，我用来料理挑薯咧。一般来讲，侬讲的凉拌有嘛哈？哦，就刚好说那个安尼。错，哎，嘛可以用叔叔的来包水饺。哦，包水饺哦，怪好食。你看，都比赛地百度哦，是用凉罐，佮凉罐是用头酥的。系啊。那蔡天你懂到中挑薯系冇？哦，也应该是南部哦。南部吼。南部的菜哦。哎呦，看起来等下头酥冰落去是爱好的哈。对，要把这个芹菜那边嘅酸甜的味道逼出来。要逼来。逼出来，要逼出来。那你跟他说。哦，我有跟他讲了。有。他被逼疯了。你有能力讲哦，加嘛个调味料么？他那么改。啊？好 ，OK， OK 嘞，好，来，这个还有这个下来，要等一下，后面也，对，怎么改？俺菜底杯提炼出来的，所以你按应是差不多，我们这个剩孔改片哦。好，台佛带冇？怎么改？酱油，错，我台佛带我不你吃一下哈。好，孔改片咯， OK， 好。重点来咯，给蟹黄出来咯。蟹黄在哪里？有看到吗？哦，在这里啦。要旋转嘛，哈，要记得旋转。用手拍来用啊。有很在耶，那个蟹黄啊，让你都失望的吗？哎呀，也给含乱蹦啊，等下没有老给做金沙呀用啊。哦，还一炒。因为后是七师傅的凤靴，也系专业自家的凤靴。个七师傅家叫给上的还是做呗。该嘛改？火腿。可是我在想吼，可能你要不要先不要动它，这让它煸，你一边处理那里，我帮你顾一下。你不然你来不及了。你让你退休。那你要给头儿嘞？装饰哎。哦，装饰哦。要剥开吗？要剥开。哦。那我来帮忙剥开。走的，我们3个一起帮忙，第二个啊，来开始比赛，开始。俩怎么做嘛？该做点说。啊，现在大家都毛起来帮忙，他们2个都结婚了。毛豆，所以要毛起来帮忙。哦，咱们师傅了毛豆给豆渣。借水。全部啊。来。师傅好嘞。好诶，我俩头儿，你上菜就爆给洗了呀！哇，你讲啦，来，那装饰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工读费是跟谁请？跟那个制作人。哦。那个。哎，蚝油来调油噶。蚝油。蚝油。好，你先勾离哈。好，等下勾都正来哦。还有。哇！要把煸好味道逼出来哈。我们就再加在上面。好，就味道。蒜苗，对。我加2次。对。哎呦，所以应该那么建起来，直接摆盘呢。要直接摆盘。哦，我可以建起来嘛。哦。然后也他敢看唔到呀？看唔到还要风吹啊。啊，有人师好嘞了哈。好嘞。好嘞。那剩下的时间就跳一支舞喽。好。跳一支舞。恰恰咚，恰咚，恰恰咚，恰5、6、7、8。你要准备呢？好，不要避看了。好了，要被看了。要装漂亮哦。好。怎么搞切开来呀？我等下包的时候它会散开，会有一个造型。佛手。哇。佛手就是有5只手，它等下切开。厉害哦。这个刚刚还预告副调粉呢哦。有。要不要2个一起做呢？
可以啊，师方。来，过来蒸啊，方来蒸。工读生来了。好，过来。你现在是啊，从那哦。哦。方不用海炒。差不多有出几球。 6分钟。好，6分钟。所以你一定要做那个调味，搞水吗？等下加是水。油因為火啦咯。不出火來，不出火來啊！你係乜嘅？剛剛泡的給香菇的水。哦，厲害了。所以了底部調味道嗎？可能幹嘛？就一些鹽巴都可以，一還鹽巴1小時勾點薄芡，還有3豆類嘛吼，摸下都有豆酥咯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那最杯麵一罐，用菜鐵也給挑薯叔叔編成料理，來做較針對嘞。哇，啲最杯麵一罐哦，講真嘅，呢種做呢就塞啲骨邊下去嘅挑薯加上嘅菜，用嚟做變化形式風吹嘅。今本嘅主題哦係挑薯。 我嘅上白嘅蟹黃哦，冇半人失望誒，非常好食。裡面的料又比較多，而且最重要是素薯這樣子，整個口感前吃當都會搭配呢，係10分沾掉嘅，還可以啊。就是說，如果時間再長一點的話，可以再蒸軟一點。雪芳姐，你吃到嘞？好好啊，知道好好食。你也是喺出太菜哦，喺講過年過節吧，呀做得上係做鹹菜，那當功夫嘅出料理啊。哦，你下來。 問一下咱水裡片阿姐啊，挑薯哈，安尼包啊就是不油膩、脆脆的、甜甜的這樣，很好吃。OK，真勁好食啦。好，你下完全就係客家菜肴版本哦嘅挑薯。知道啊，後來啊，叔叔呢特別嘅客家菜肴係當對嘅，因為呢佢就客家米又結合嘅係南部嘅特色啊呢，米湯當沾掉，就米筋你吃到咧，搭配嘅豆薯，的清甜啊，道地的客家菜。雪芳姐，你吃到嘞？我是香蕉，香蕉，有媽媽的味道。你豆腐卡做下客家炒牛時節會加叔叔落去嗎？唔會，黑白做，黑白口完了，黑白做安樣做，裡面加個口感要動，切輕鬆安尼。好，真經非常好食咧，走出所有全台灣客家阿妹嘅門市。覺得自己怎麼樣？ 我覺得我很開心，很棒。好謙虛哦，再多一點。我直接的，我太棒了。真的。俊敬，真的，我真的覺得我太棒。你果然是誠實的人，因為那個醬香味哦，俊敬獨好，俊敬好食。嘉雲姐，覺得怎麼樣？好吃啊，那是我們的最重要的主菜啊。 最重要嘅菜。好啦，咁我看得出來哦，這兩隻對基自家做嘅料理哦，非常嘅滿意。咁我等一下最後都看一下師傅覺得哪一組吼很滿意哦。哦，這個係東南片哦，到底愛本哪一組分數呢？搞本你嘅評審來思考。馬上先來請齊師傅搶分數。啊，有冇安用？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邊個搶分數。 耶！恭喜得到3分。好，齊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先講藍隊哈，真嘅很可惜啊，都很可惜。吃正菜隊用班應該注意你做咧先煸過，煸下球的本機該注意韓國出來，唔好煸到甜燥。還有甜，你不用該雞胸肉凍好，啊唔過已經被做咧撕成絲，順紋。吃正菜隊，哎呀，你動有創意，吃正菜隊兩紅，冇你提名哦。啱啱部本紅隊向我想法係講，食到一口感咬下去嘅時候，你食到蟹黃，阿個叔叔嘅梅頭油出來，哦，做到凍紅。希望，你下問阿邊個搶公平？好，你呢度你後即係講呢啲豆腐嘅梅頭。 本起台澎湃的料，很過癮咧。好，你一片寫到你係豆薯咧脆度，最主要佢個煎的時挑下有白豆，個當中啦。因為佢個醬是直接會滲透到佢個底部豆薯下去，啊梅頭油唔會嗆過去，佢也是下去，還會有個豆薯的梅頭，所以你睇到佢個豆薯的表現呢，展現出嘅好豆樣子。
唔怕，細細建議哦，做啲參詳一下，可能會下火咁樣。確實咯，也幾簡單嘅，叔叔做得變出很多想唔到嘅料理，觀眾朋友梗要想到冇呢？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哦，今日真係十分歡喜，看家歡呼聲睇起來都低嘅哦。雖然經過一個激烈嘅挑戰過後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好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彩金，恭喜！好。不過我看兩片咯，因為基本以後藍翠就得到2項嘅獎品，一號線上半夜係不鏽鋼一體成型手提咖啡保溫杯，因為藍天會多咧嘛，你要種起下噃。但最重要的來，你係雪藏不鏽鋼道具組，重點會來咯，你緊緊動好呢。哇！就這樣嗎？我看到雪啊。就看到血了哈，血在上面呢。我們這邊想輸哎，不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緊緊下跪哦。哦，你要送半夜，謝謝，恭喜，謝謝。哦，其實製作單位咩都用心望看，來到嘅時節，本大家都紛紛喜歡喜。現在每一下，你2、3的真經係太中譜。想咪知道大家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很開心啊，然後個緊張啦，而且他得獎誒，得獎誒，老公我得獎了，恭喜，謝謝。佢好卡唔曉得講法，唔過佢當會煮菜，經驗當厲害。雪鳳姐，問老太太來老講一下佢咩心得？佢歡喜啦，他趕緊來參加呢活動，掌聲鼓勵。恭喜！歡喜係歡喜啦，不過我記得個3000塊哈，我們的功勞也有吧哈。你找哈，對啦哈，以前嘛，有波毛豆，有波毛豆。好啦，來堂看一下藍翠呢一片哦，該兩位阿姐哈，基本嘅表現咪當好咧，本大家學到當個客家人媽媽的味道，對不對？基本要把個感想，讓大家共下來分享好嗎？基本我也是蠻高興的啦，有這個機會參加這個哈，我會再更努力。恭喜！其實啊，你唔係真嘅比賽啦，你讓個節目當中哦，讓你自己嘅個性哦表現得更突出，對不對？大家都發現，哎呦，好可愛的哦，菊琪姐，對不對？這是最重要的。再過來問一下家俊阿姐哈，基本要參加感想係乜嘢？客家嘅吼，有安尼機會講安尼，吼，來見識一下，吼，quite歡喜。假設很有機會吼，你來到屏東嘅時節，去殺殺報名，好冇？好。行俾打條命，好冇？好。好。好，今日嘅正經節目十分精彩，不管係來賓看見到抖出嘅彩色，也係師傅表現出嘅彩色都按讚到。歡迎大家一家之主，去到呢度邊，你也都就家家來報名哦。係啊，你一擺正經感受到非常多男朋友嘅熱情哦，假設很有機會哦，下擺家家報名參加，本來都感受到很好多台灣各地嘅熱情哦。一家之主等你跳下來報名，跳下來也到邊打鬥士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